主后2025年5月25日，西里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24章17节到22节。耶和亚大死了，犹大众首领来朝见王，王接受因的意见。王甲众首领放杀上主因列祖的上帝的殿，去服侍阿舍拉女神甲偶像，因犯这个罪，上帝的大生气就临到犹大甲耶路撒冷。虽然上主找先知去因遐，要带因归向上主，先知甲因警告，毋过因毋听。彼时，上帝神临到祭司耶和亚大的囝撒迦利亚，伊徛伫悬的所在，对人民讲：上帝安尼讲，恁是安怎违背上主的诫命，直到未形同反映？因为恁气杀上主，上主嘛气杀恁。因强谋要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命令，伫上主圣殿的埕用石头甲伊钉死。约阿施王无纪念撒迦利亚的老爸耶和亚大对伊的温情，害死耶和亚大的囝。撒迦利亚死的时讲：愿上主监察伸冤。兄弟大家平安。西方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做事人，有一日捡到几粒蛇卵，伊就好心想讲，甲捡转去孵，搁饲，就算是恶蛇，饲了也会变乖好教。无拍算，蛇囝孵出来了，反转甲伊的孤囝咬死。反映俗语咧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若无踮伫主耶稣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实来讲，做人真好改掉罪性，变好搁正直的人。今仔日咱读圣经听讲道，进入历代志下卷24章到25章，其中24章讲到约阿施王。也拄好是稳重受报的假好人，真小人。落尾伊也恶有恶报，不得善终，诚做警惕。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24章第1节到第3节，约阿施做犹大王。之前有讲到阿王的祖囝阿他尼雅斩杀犹大王室，篡位做王。迄时的大祭司耶和亚大甲伊的某约示巴，将亚哈谢王的位姑约阿施，甲伊藏7年久，了后发动政变，互才7岁的约阿施登基做王。阿他尼雅受台结束罪恶的一生。约阿施因此伫7岁做王，在位40年，也就是伫耶和亚大活地辅政的期间，伊表现也是一个好王的款式，并无行偏差，甚至圣经还阁记一笔伊的好事功劳。耶和亚大甲伊主婚，互伊带2个某，生后生查某囝，加添王室的人口。第二段伫24章第4节到14节，约阿施扣圣殿税，修理圣殿。约阿施伫囡仔时代7岁以前，是参与伫圣殿的厢房，所以对圣殿也有感情。大概耶和亚大也捌教伊以色列的历史，所以知影摩西捌扣税金去做会幕的典故。
伫阿塔尼亚做女王的期间，圣殿有受破坏，而且圣殿的基金甲物件也受挪用，变成做服侍偶像巴力的路用。所以圣殿破败爱修理，而且修建的经费也不足，真多爱解决的问题。伫约阿斯王积极交办追踪进度下面，原本拖拖沙沙的代志，就伫全民欢喜参与响应的中间圆满达成，而且也诚侪每一年整修圣殿有一条永续通利用的基金。第三段伫24章15、19、16节，亚大死伫哀营，亚大活到130岁才死，因为伊对国家民族、圣殿甲王宫有显著的贡献，所以人甲伊葬伫大卫城，甲列王做伙来表彰伊的私营。第四段是24章17节到22节，约阿斯杀死亚大的囝。总是当亚大坐死，约阿斯王就变款毋正样，伊接纳大多数民意，离弃上主甲圣殿，改换服侍阿舍拉女神甲偶像。犯罪也致使上主的大受气，摒落伫犹大甲耶路撒冷人。这段期间，上主找先知去劝勉警告因，要带因归向上主，毋过因拢毋听。后来亚大的囝祭司也是先知撒加利亚，就出面来宣告讲。恁去杀上主，上主嘛去杀恁。总是约阿斯王心肝掠坦怀，下令伫圣殿的埕用石头甲伊钉死。撒加利亚伫死前讲：愿上主监察伸冤。想袂到约阿斯也遮尔歹，遮尔恶质，竟然下手来害死家己温情人的囝。条段记载伫24章23节到27节，约阿斯王恶有恶报。这段的记载甲列王记下卷12章17节到21节有出入。列王记并无讲到约阿斯王的歹拜偶像甲杀死亚大的囝这段。另外也无讲伊伫叙利亚入侵的时惨败，金银财宝受抢掠，讲是主动送礼物来换退兵。约阿斯互伊的人臣暗杀死伫出外中，若是历来志是讲叙利亚人因用一小部队的军兵就打败犹大国的大军。将耶路撒冷攻陷，杀死人民的首领，也抢走战利品。约阿斯王也因为安尼受重伤，后来互两个外邦的人臣合谋暗杀，死伫眠床顶。上主用安尼来责罚犹大人甲约阿斯王杀害亚大的囝，可见撒加利亚受害，其实连伊的兄弟也受政治受害来杀死。约阿斯死的时47岁。第二段是25章1节到4节，讲到约阿斯的囝阿玛谢做王。约阿斯死了，伊的囝阿玛谢伫25岁时煞接做王。
29年，圣经对伊的评价是好歹一半一半。伊有做上主看做好的事，毋过心无坚定，也无专一。圣经学了伊替老爸报仇，毋过无连带杀遐人神的囝，因为伊有遵守摩西的律法、上主的命令，只有处死凶手，并无牵连其他的亲人。第7段是25章第59、16节。阿玛谢杀死异邦人。阿玛谢以拥兵30万的军队，佮用以色列内少10万的战士，要去攻打异邦人。先知爱阿玛谢钱就算开就已经开，毋过爱甲遮以色列人遣送转去。若是上主甲因同在，会赚赢对得。犹太人果然大胜利，创是遐个受尸体转去的以色列人因对雇佣兵素质真差，煞变成做土匪兵。伫要转去的路上，沿路抢劫，沿路杀，才倒转到伫以色列国。另外，阿玛谢竟然甲对异党抢来伊家偶像菜内跪拜烧香，佮向界界对谴责伊的先知讲：念念去，啥人设立你做王的参谋？你爱死是无？若是先知佮讲：我知上帝决定要甲你消灭，因为你做即个代志，毋听我的劝诫。第8段，阿玛谢王约见以色列人，自惹灾祸。26章17节到24节。阿玛谢可能对以色列雇佣兵变土匪兵的行径非常感冒火大，就约见以色列王约华斯要拼输赢。约华斯找使者劝伊毋通因为拍赢以东就骄傲丧势，自不量力，自惹灾祸。阿玛谢听袂入耳，双方约战伫伯示麦，结果犹太人惨败，阿玛谢受掠，以色列人拆毁耶路撒冷城200公尺的城墙，也将王宫甲圣殿的财宝搬转去撒玛利亚，也掠一寡人去做人质。阿玛谢输甲吐吐吐，满面全豆花。第9段是阿玛谢王受谋杀，25章25节到28节。经过15年了后，有人对阿玛谢非常不满，甲伊暗杀。可能消息有走漏去，阿玛谢就逃命走去拉结，总是伫遐去互追兵入着，也甲伊杀死。这时54岁，人尊重伊是大卫的子孙，所以甲伊的尸体运转来耶路撒冷，甲列祖同葬。当咱读历代志下卷24章到25章，这对咱有啥物教示，也是启示咧？头一项讲到着为主受苦，主要伸冤。咱若用人的角度看耶和华大，救约阿斯王，佮保护拥有伊，也互伊对政治的使唤，变成做是一国之君，佮协助伊成做一个好王执政。总是约阿斯王伫耶和华大死了后就大胆妄为，
若无低温度报，而且稳重受报，残忍杀害耶和亚大的几个囝，包括祭司也是先知撒迦利亚。亲像约阿斯即款的人，真正禽兽不如，枉费做人。撒迦利亚伫死的时讲：愿上主监察伸冤。咱咧想平安是甚物？为甚物伫撒迦利亚要顺道受难的时，上主无及时出手拯救伊免死，反转互伊惨亡呢？上主的意念较悬于人的意念，咱无法度推测。毋过约阿斯后来也兵败，搁受暗杀身亡，恶有恶报。咱看《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有记载初代教会7位执事，其中的一位司提反，伊为着传福音受掠，要互人用石头钉死。伊也诚做第一个顺道的基督徒。伫当当时在场中间有一个叫做扫罗的少年人，诚做帮凶，替人顾外甥，也赞同司提反的死。毋过上帝并无报应即个少年人，反倒伫后来互扫罗悔改信主，也诚侪传福音的使徒。扫罗上主甲伊改名叫做保罗，为主受苦，主要伸冤。即是主伸冤的方式，是上主的主权，咱只要静观其变。安怎发展收尾，上帝拢有伊搁较好的安排甲意思。新约圣经中间马太福音23章349、360，主耶稣有讲，伊有差遣济人，忠心传福音，为受迫害，甚至也有人为主顺道。也特别有提起伫圣所甲祭坛中间流血受难的撒迦利亚，伊的受苦死，主有纪念，也要伸冤。咱做主的工，做教会的同工，无完全会得到呼喊声、掌声、鼓励甲呵乐认同，反倒有时阵会受到误会、攻击、扭后骹，也是反叛。有的所在会受严重的迫害，甚至为主顺道。做仆人所需要的，并毋是来自人的肯定甲奖励，是主讲好搁尽忠的仆人，通入来享受甲主同在安息以及快乐。这是天国的赏赐，才是真正的报赏甲价值。第二，讲到基督徒拜偶像是得罪上主。咱若看圣经，无论是伫旧约还是新约，拢有讲到拜偶像是罪，偶像是假神等等的假事。结果有的基督徒甲未信者的朋友也是亲友，因为宗教信仰的立场无同，就变成做关系真紧张。这可能是对圣经的过度解说，也是照字面理解的结果。咱若看保罗伫雅典城面对满城的偶像，伊并无攻击，也是批评别人的信仰，是毋对的。反倒等伊是用宗教对话来先娱乐因宗教信仰热情，搁向因介绍推销因要毋捌的真神上帝。另外，保罗也有论信徒甲未信者的婚姻，是用听甲信心尽力，毋是用勉强。未信者
一定着爱信耶稣，反倒是陪伴鼓励对方，希望有机会有一日也未信者会当信主。这是无共款信仰即个宣告的行动。圣经一直在讲拜偶像是咧指离弃上帝，反叛上主，然后去拜偶像，也是意志不坚，也要信上帝，信主也要去服侍其他的偶像神明。双脚踏双船是上帝无欢喜，也禁止警告刑罚的大罪。咱既然已经信主诚侪基督徒，咱就是立志爱坚定，决定一生跟随主，无搁再拜偶像，服侍其他的神明。这才是主所欢喜甲祝福的真实信徒。历代志伫讲，约阿斯甲伊的囝阿玛谢，也是伫拜偶像的顶面得罪上主，受上主气杀责罚。咱爱掠这做鉴戒。第三，遮讲咱做主的仆人，着爱有觉悟甲担当。伫约阿斯甲阿玛谢爸囝做王的期间，咱看历代志下卷24章19节。虽然上主找先知去因遐要带因归向上主，上主甲因警告，毋过因毋听。上主显然毋是干那找一个先知去劝勉警告伊，是有几个先知一摆搁一摆也来召唤耶和亚大的囝撒加利亚徛出来讲话。撒加利亚互因用石头钉死，这互咱联想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1章39到46节，有讲一个歹电龙的譬喻。伫中间，堂主找一个过一个的仆人，去甲电龙要收租，结果有的互人拍，有的互人抬，有的互人钉死。最后，堂主派家己的囝，也互因掠去刣死。历代志下卷25章14节到16节，阿玛谢伫太阳以东人抢因的神像，结果竟然甲这个神像当作家己的神明，跪拜烧香，惹上主大生气。上主就派一个无啥名的先知去甲伊劝诫，毋过王威胁伊，若想要活命就掂掂，莫加讲话。新约使徒行传第5章记载，犹太教当局威胁使徒，若无想要惹代志讨批疼，就毋通阁宣讲耶稣的道理。若是比如讲，阮着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咱若要做上主，咱的主忠心的仆人，咱也着爱有先知甲使徒这款的觉悟甲担当气魄，面对强权、恶霸、威胁，也是名利财色的诱惑，甚至是亲情的牵绊，就算是死也无所惧。愿主圣神帮助咱，互咱无论是活是死，咱拢做主尽忠的仆人甲儿女。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活伫即个世间，也并毋是有通食有通住，穿会少，食会饱，安尼就有够额。阮搁较要紧，阮着爱追求
今生主你爱阮做甚物，也伫来生主你的天国。阮嘛献上感谢，阮也看见，虽然伫这个世间有时阵恶者当权来迫害遐个忠心正直的好人，毋过上主你犹原掌权伫即中间，愿你也看顾保守伫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也当诚做主你好搁一两个仆人，互你来学乐，通进入主你的快乐安息。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